最近中山好火爆嘅話題都喺度講緊4.0住宅，但係你又知唔知呢一個項目早就已經進入咗4.0嘅品質生活？呢度就係旗江新城來中山站 TOD 商務區嘅紅隧一品。作為豪宅嘅標配，呢一個係我喺中山見到唯一一個配備扶手電梯入戶社區嘅屋苑。你或者見過有好多樓盤都有會所，但係你有冇見過將4000平方皇家級嘅會所起喺屋企樓下啊？呢度有中山首個新亞洲下沉式度假園林，包含有健身房、游泳池、桑拿房集休閒娛樂於一體嘅創新空間。會所健身室全部都係配備進口級器械，仲有瑜伽區。完全唔輸蝕任何一間健身房。泳池分為室外無邊際泳池，採用嘅係泰國進口藍色天空材面作為飾面，隨天空嘅變化而變化。仲有室內嘅國際恆溫標準泳池，滿足業主1年4季嘅隨時暢遊。日常聚會 high tea， 仲有超大休閒娛樂嘅會客廳。環境優美，盡顯皇家風範。住喺呢度就好似住酒店一樣咁輕鬆。呢個就係110平嘅3房2廳2衛戶型，傳統嘅飛機戶型。入嚟就係餐廳、客廳，出嚟就係露台。露台係可以望到成個城市景，加埋遠處嘅五桂山山景。呢一個一字排開嘅廚房，可用嘅空間係非常之多嘅，一排嘅櫥櫃。跟住呢邊仲有一個生活露台，咁呢一個就係我哋南向嘅主人套房，洗手間嘅位置全部都係交樓標準。飛機戶型嘅好處，我覺得佢就係完全冇過渡位。呢度就係我哋嘅次臥，都係正南向嘅，而且係可以3邊落床，完全冇問題，保證到每一間房都非常闊落。呢一個就係我哋嘅公共衛生間，都配備咗洗手台同埋一排大嘅鏡櫃。再過嚟呢一間房就大得離譜啦，3邊落床完全冇問題，而且都係南向嘅。如果110平你覺得細，仲有一個時下最興嘅雲廳戶型，可見係非常闊落嘅。咁跟住過嚟仲有6米半嘅一個主露台。如果係考慮將呢個露台封埋，成個空間感就非常之闊落啦。咁雲廳嘅戶型呢，就係一入屋都係非常實用嘅空間。呢邊就係廚房嘅位置，一個 U 型嘅廚房係預留好有採光位。跟住呢一個廚房嘅2件套都係交樓標準，跟住我哋嘅客廳風管機呢，都係交樓標準。而且呢一個牆身呢，係有顏色嘅藝術漆。過到嚟呢度就係我哋嘅公共衛生間，可見呢個空間係非常闊落㗎。咁跟住過嚟仲有另外一間次臥，可以感受一下呢個空間，3邊落床完全冇問題，仲飄台位全送。咁跟住呢，再過嚟南向嘅呢一間次臥，係可以望到城市景同埋山景嘅。咁每一間房呢，都係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空間係非常足嘅。咁喺呢度過嚟就係主人房啦。其實喺呢度隔開呢，跟住喺呢度開個門入嚟呢，就係成個主人房啦，係可以望到山景、城市景。跟住主人房仲要係南北對流，配備好咗一個衣帽間嘅位置。過嚟就係主人房嘅洗手間啦。住喺呢度，生活配套一應俱全。除咗樓下有24小時環形商業街之外，3公里內仲有天翼國際 Coco City、富日城 Top Park， 都係10分鐘可以抵達，5分鐘路程就可以到達高鐵站同地鐵18號線中山站，助你30分鐘暢遊成個大灣區。成個小區園林展示出嚟只有4個字：高端品質。以深圳級豪宅標準打造，按照25,000蚊每平嘅樓盤價格打造嘅小區園林，依家單價只需要12000幾，仲帶埋精裝修，加8800仲可以享受拎包入住套餐。如果你都想享受品質嘅生活，或者依家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。如果你都有興趣了解，歡迎聯絡我。
我係灣區生活體驗官軒仔。